现代台语版圣经撒迦利亚书第7章。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第4年9月，就是基斯流月初4，上主对撒迦利亚讲话。迄时，必定2人已经找沙利色甲利根米勒以及缀因的人去恳求上主施恩。因问上主万军的统帅、圣殿的祭司以及先知讲：真侪年来，阮伫5月拢有伫哀伤禁食，现在减着阁安尼做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对我讲：你着甲即所在的人民甲祭司讲，恁70年久伫5月、7月哀伤禁食，敢真正是为着我？恁这忍忍，敢毋是为着恁家己？耶路撒冷甲周围的城人口侪阁繁荣，南边的旷野甲西边的山坡有人徛起的时，上主交代以前的先知宣扬的，敢毋是上款这的话？上主阁对撒迦利亚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有安尼讲：恁审判着照真实公正，着用主爱人民3对待，毋通欺负孤儿寡妇，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甲散赤人，毋通计无歹待，互相陷害。毋过因活长心，毋肯听叹，阁互家己的心硬甲亲像悬石遐尼重，毋肯听叹律法，毋听我上主万军的统帅通过伊的神差遣以前的先知传达的话。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发大受气，因为我有叫因毋听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安尼因求叫我嘛毋听。我要用广烈仔风甲因吹散，吹去因毋捌的列国遐。因离开了后，这地就荒废，无人出入。因互肥水的地变做荒埔。